最近，我拢有伫学啥咧，就是讲，虽然讲放下，莫讲，直着搁惊失去，即种心情，想要家己变成讲，毋惊，拢毋惊，毋过无简单爱做着即种境界，无遐简单。就有时阵有一寡缘分，就有看到一寡简单的什物尼采，伊是讲什物爱接纳家己即摆状况，莫去后悔以早的选择。有可能即摆选一个人生，感觉讲哪会遐痛苦？尼采讲爱享受迄痛苦，爱接受、接纳家己的状况，就是用别种的一寡拄着的一寡事，拄着的一寡思想，互家己哪想会开安尼，哪看哪想会开。这就是讲，其实这经验啦有进前想要希望讲伫咧公司，大家肯定我的经验，阁有讲人际关系诚好的迄种望，结果无达成，迄种失望，阁有讲写小说，希望讲有一寡读者会介意家己的作品，安尼有一寡回应等等。虽然讲希望家己伫咧工课上表现诚好，互人学乐，这有足侪看起来是痛苦的经验，因为无达成家己的愿望。毋过，这就变讲是一个看到一个事，一种思想，会当想互开的一个，会当透开家己性格的一个。因为有这种经验，有这种经验以后呢，就会当不断去思考。若讲一个人啊，做啥物代志拢足顺利的，做这嘛足顺利，做迄嘛足顺利的。有时阵就可能无法度体会到讲，为虾米有一寡人会讲一寡道理，无法度理解。亲像讲，外星人外星人伊有讲，迄巴夏伊有讲，莫有期待，做代志你着去做就对啊，莫讲有啥物期待，莫冒着一寡期待去做代志，这一般人可能嘛无法度理解。毋过有失望过的人，有期待这个做啥物代志有啥物好的结果，毋过发现讲足失望的，阁惊讲阁去想要做啥物代志，想要做啥物，迄个望，拢会惊讲我若想要去做，有一个热情，毋过会有失望的机会。所以讲，巴夏较会讲，着莫有期待，着去做就对啊。就因为有人生的一寡经验，佮甲隔壁的同事有一寡交流，因为伊的思想是较开拓的，伊看人际关系，伊袂想讲，伊着要做一个大家学乐，大家拢讲，哎哟，伊足专业的，伊足有才调的，家己栽培，伊可能就无去追求迄种代志，伊就袂讲，若大家同事，家己学乐，也无讲同事若有代志拢找伊，也无就主管，主管拢家己先起来做组长，
希望讲未来伊会当带领一群一组的人，伊会当做一个代表。毋过伊就认为讲这无啥，迄毋是伊追求的。伊就有讲伊想要追求的物件，其实甲社会上的主流的即个思想是无共的。这嘛会使互我有一寡像照镜共款，知影讲即个社会毋是每一人拢伫遐跟讲爱做标准的一个咱社会上去讲的一个版本做一个好人、成功的人、成功的员工的版本。有伊会去追求伊想要追求的，像伊即马就对体学有淡薄仔兴趣，伊就会去看，讲即个讲法足趣味的。其实咱的人的人生就是安尼，毋是讲一个标准标准就讲做这会趁钱无，也无讲做这对我前途有帮助无，做这去算迄成本啊，去算这算迄，结果做出来代志拢甲大家一模一样，去考试啊，去，就是人拢会想讲愈来愈好。毋过这种好，有可能敢若是社会上的一个模仔尔，互大家讲照这做就无毋对啊。毋过人就变讲无其他的可能性，变甲做就一条路愈行愈矮。若讲佫行无啥好势，就会愈来愈郁卒，就会感觉家己有满腹的才华，毋过无拄着好的机会，就会定定讲陷入去迄种思想内底，伫咧内底教。我即马嘛是讲开始其实嘛有其他的可能性，亲像讲若学台语讲台语的话啊，有诚侪人就想讲这嘛无啥，这嘛毋是一个成功的人会必要的条件。有可能去学啥物英文、日文，这较有这种型啦，就是成功的人爱做的代志。安尼大家拢会去做共款的代志，就无法度知影认捌家己其实是这地球内底无法度取代的一个足特别的人，无法度看家己看做无法度重视家己，敢若会定定想讲甲别人比起来，哪会这嘛无别人厉害，遐嘛无人比别人厉害，就是这目睭看出去，拢是看到同一种的成功的形影。毋过人其实就毋免一直想讲爱甲代志做有效率的、做成功的，趁足侪钱，啊无就是去考试爱考好。其实人嘛会使讲交朋友啊，朋友有理念共款啊，也是讲有缘分啊，安尼。啊无就是去写文章啊，用台文去写，就是讲有无共款的代志，其实家己会当去做。毋过为虾物以前我拢袂去做？就是会想讲做这就无效啊，做这敢若毋是即个社会对成功的人，也无一个好人，伊必须要做的一个项目，就会安尼。无法度讲我就是想要安尼。这意思就是讲，这足特别的，就是亲像讲我即马若用伫外口用台语
来甲别人讲话沟通沟通的话啊，我嘛毋免去想讲别人可能会想讲这个人哪会讲台语啊，安怎，别人应该是会砸喙狗尻川，意见足济，大家想法嘛无共款，拢无可能拢是正面的。毋过咧，这就是这叫做运动嘛。我就是去做一个我的态度。我毋是讲今仔台语讲正好，我就出去安尼，有一个目的性讲，我就出去等互别人听，希望会当互别人嘛重视台语有诶无诶。其实毋免想讲做啥物代志拢有意义，这意义爱有一个成果，这是咱伫咧头壳内底定定替别人限制的一种思想。其实会当讲，我厝外讲台语，这就是我的态度，这就是我，我就是要做这款的人，毋是讲有啥物目的讲，我就想要创啥创啥。咱即马诚侪人拢有一种思想，讲这人伊想要创啥，伊哪会爱安尼？亲像讲，这人哪会开喙开始讲台语？伊想要创啥？伊是讲公司有要求吗？抑是安怎？大家思想拢会安尼，拢会去有一寡要怎讲？就开始变甲足势利的，就是讲，因为大家拢袂有一种想法，就是讲，我就想要安尼做安尼的人，试看觅，这是我的态度，就是讲，这就是为着我家己，我家己想要安尼做，因为咱的想法内底定定拢是讲，别人有安尼要求，我较安尼做，无就是讲安尼做会有啥物效果，我就安尼做。毋过无问家己讲，我会使做一寡代志，互我家己会当找着我家己，会当互我家己感觉袂歹。咱拢是为着别人伫咧活，拢有即种为别人伫咧活的即种想法，拢足济。而且咱嘛做想要甲人比较，比较讲，老师对啥物人印象较好？这个人会写即个台文是毋是天都搁较好啊？抑是讲天分有够遮？拢不知不觉中就开始比较。毋过，其实咱的人生毋是讲着伫这几点钟拄着这八个人尔，其实毋是。这就是讲咱的人生是足长足长的路。毋过咱定定拢会讲目睭前，拢看目睭前，一个短短的时间，就这几个人，就开始想讲我的排名。伫偌济，就亲像讲算手机仔的游戏共款，算迄游戏，若讲排第一名，这嘛是讲即礼拜第一名尔，而且嘛是讲有算即个游戏的人，有时阵阁分地区，这第一名其实嘛无算啥，有人足早就伫算，有人开足侪时间伫算这游戏，有的人就毋诚算，毋过咱拢是就是会忍袂牢，就想要知影讲家己的即个成就伫倒位。这就是咱人就是一直是安尼过生活，拢无想过讲，其实这敢是咱爱的，无安尼问过家己，因为认为讲
家己讲诶拢无准，家己想诶啊拢无算啥，离家己是足远足远诶。我即马就是甲家己找转来，我搁爱接纳家己。以早皮肤会定定足痒，拢共一个所在，拢是手指头遐，搁正手诶手指头，拢会去飞痒，讲怎会遐足痒诶？若会痒诶时，拢是家己足紧张，惊家己讲伫即个时间，即5分钟，即几工表现是毋是无够好？无够好诶意思，就是甲别人比较，无就是别人心中有一个期待，讲我诶表现应该爱伫倒位，安尼我是有符合别人心中诶即个理想，抑是讲搁输甲忝忝。就是若我为别人伫活，而且为别人诶，为着别人感觉足紧张诶，安尼是就会开始皮肤就野起来痒。我即马就豆豆仔知影讲我诶方向，像以早进前伫公司公司其实就是带一卡人，就会去做一寡台语诶代志，毋过拢足惊吓，想讲别人会安怎想咧？别人会安怎，拢会想要安看。有人经过，就甲音幕调较做暗、做乌做乌诶。上好拢互大家误会讲我这人足拍拼。连隔壁诶同事，我嘛想讲，伊要下班伊会经过我诶电脑荧幕，我就莫互伊看讲我即马伫创台文诶物件。这是其实讲，若讲是我足惊别人诶想法，其实安尼讲无准，其实是我家己无法度接受，无法度接纳我即摆诶状况。我伫心目中嘛有想讲我若是伫公司是足重要诶角色，安尼伫公司就毋惊讲无头路，若讲无代志做，安尼就足危险啊！就变讲这其实是我家己诶想法，足怪。毋过我若今仔我诶想法想讲，我着接受我即摆诶状况。我即摆状况就是有时阵膝头就较冷，而且我嘛无讲像以早安尼，就硬去做一寡代志，毋过毋是大家需要诶，即个工课上诶代志，就是会讲上无这嘛是伫看起来嘛是伫整理公司诶资料迄个时阵就是会安尼，就是心内无法度接受家己即摆诶状况。我若讲今仔我会当原谅家己，接受家己诶话，其实我就袂替惊着，袂替讲啥物人后壁改成有人行来行去，安尼就会一直想到足严重，讲伊若看着我诶荧幕，伊会安怎想？若讲我家己拢无接受我家己诶状况，当然我就会惊吓，就是我家己诶心头拢掠无在，这就是变做讲，我应该爱知影，爱接受讲，对，我即马伫状况是安尼状况。毋过这嘛毋是讲做歹诶，其实毋是，这是我家己认为安怎，我认为好，其实就是好。我若认为歹，就算讲做搁较安怎好，嘛感觉家己无够好。
这就是其实一切毋是别人啥物人伫我荧幕的后壁行来行去，我的背后行来行去的原因，啊无我就会惊讲，迄个小主管啊，这主管伊会讲，搁看伫眼内，搁伫讲恁两个搁伫咧开讲啊，我心中嘛会惊吓，就变做讲，毋过搁做想要甲隔壁的同事去开讲去交流，因为这交流拢是对人生，人生的方向，甲对家己的一个想法贴合，拢做有帮助的，就是像心理的咨询，心理的咨商、心理咨商，有共款的即种意义。啊，毋过阁足惊讲有主管看伫眼内，安尼有意见，就变讲心目中有即种惊吓，变做讲这嘛足酸的，讲话讲的安尼，这遮足酸，遐足酸的。其实迄种酸痛，就是为心理上来的。我若讲今仔，就是去遮若讲，对，我就是即种状况。我需要讲有啥物犹豫的、怀疑，有啥物对人生有啥物看法，需要紧甲隔壁的同事去请教，去交流。这就是我即摆的状况。我莫阁甲以早心内迄种应该安怎做即种标准即种标准，大家心目中的标准提出来，谴责我家己，讲我家己即摆假使毋是即种标准，毋是为标准的即种状况去行的，其实是我心内有一种声音，就想讲我离这标准愈来愈远会听人讲闲仔话，其实是毋是重点，重点是我家己有即种想法，想讲我哪会无够标准？我对标准我无法度甲伊囥伫涂骹，无法度放下着。原因就是出伫我家己的身上。过来就是讲，我就是爱变做较轻松，亲像讲昨写作业的时阵，有时就是讲甲翁先去看电视Netflix 的剧嘛看了拢晚晚，阁洗一个身躯安尼，等翁困去，甲伊连骹互伊困去了作业还袂做呢，还袂做了，讲紧总去开电脑去做。若以早的时阵，就会开始细念拢足生气的，讲你招我去看啥物片，害我即摆安尼用甲足晚。毋过昨暗我就换一种想法，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讲做袂了不要紧这老师嘛无足严格的，这是想法。结果今仔果然老师其实嘛无改了啦，因为物件嘛诚济，老师嘛改无用啦。过来一个想法，就是想讲这莫甲错误莫甲即摆无顺心的代志，都找一个战犯找一个人来骂这只是讲家己无法度好甲家己对话，较会讲生气搁足无奈有即种气。毋过我昨就会想讲，其实是家己的问题家己嘛无去
甲翁讲啊，我有作业，因为吼有一寡有一寡考虑嘛吼，就变讲昨这拢是我的选择啊，无需要讲选择以后变做讲真正时间作弊的作业可能爱拢写袂了，搁去怪东怪西，怪天怪地安尼，就是毋免安尼啊，就是讲家己有尽力，安尼其实就好啊。就是一切拢是缘分莫用即种比较讲我要做讲全班上厉害的人毋免安尼想。我若一直有即种想法的话啊，就是互家己诚痛苦。亲像讲斗阵去推杀某伊的一个退休的老师。我就知影伊的个性，甲我有淡薄仔像，我就有讲咱若讲你去参加台文的补习的班啊，若讲大家拢是做骨啊，做拍拼，有可能你会想讲你问的问题分迄个老师解决关心的时间就变少。因为每一个同学拢拼命去问问题嘛，安尼你就会感觉讲家己无拢会做失落的，讲别人哪会比我搁较互老师去关心较老师对别人的印象比对我印象搁较好，结果即个网友嘛足赞成的，讲对，你哪会知影我会安尼？我连去练画图，画图班、画图的班级，拢有即种想法。我心内想讲，对，这就是我迄早的想法。我嘛定足容易有即种想法。毋过咧，即摆我就知影讲，即个问题是出伫家己的身上，毋是别人讲同学伤厚啊啦。对，其实毋是即种问题，是家己讲无用一个缘分的心态，就是讲，其实写即个作业嘛是一个缘分。我就像伫水面安尼，顺着即个水流安尼豆流。若讲水流的方向是甲我的目标是共款的，我就嘛免去拼命去游泳去收水，毋免，我就顺着即个水流，路上会拄着一寡甲我共款咧收水的人，就安尼交流，安尼一切拢是足轻松的，毋免讲我先去游泳，先去收水的100公尺，我比啥物人搁较厉害，就亲像讲。咱有时若讲伫路上伫走，伫水底内底游，若边仔有人游泳池，我就开始讲我要甲伊比赛，我游甲收水比伊搁较猛，拢有会开始比较，咱就无去享受家己讲即摆伫水内底，安尼足舒服的。我即摆我的方式，我嘛感觉对我足有帮助呢。一切拢是足自由自在。我就讲掠准即个方向，即个目标，其实就是顺着即个水流安尼，豆安尼，其实一切拢是缘分，缘分到安尼就做啥物代志拢足顺的。若无顺，亲像讲写功课，我嘛有功课无交啊，嘛有一寡要去啥物台语的班级，嘛有讲时间上袂拄好，搁有一寡读册会，嘛是讲拄好无时间，无就是定袂记，袂拄好。其实会留伫倒位，这拢是缘分，无需要去比较讲即个人敢若有我一个安尼有留伫遮，
迄个人安怎安怎，毋免去安尼比来比去去比较。因为做啥物代志拢是一个缘分到啊，就去做。毋免去讲，看别人拢伫创啥，看别人拢伫别人的心目中偌尔啊重要。其实为虾物爱做别人心目中迄足重要的一个角色？若是讲做家己心目中上重要的迄个角色，毋是诚好吗？哪会需要去看别人咧？今仔台文班上线以后，老师就讲，安尼阁有剩一寡同学，也无大家来讲一寡新年的愿望。安尼就讲笑安尼。啊嘛讲对，我嘛讲一寡交流，就讲老师其实嘛无爱一直讲一寡做严肃的代志啊，伊阁有甲伊饲的猫咪甲伊互大家看，互大家安尼上一个。其实咱人拢是希望安尼，拢是一寡感情啊方面的交流。毋是讲啥物拢硬拼讲这人台语听都有偌好，这人会晓讲即个台语词，这人袂晓。毋是讲这拢是比较的世界，莫用即种角度去看。我若今仔日袂晓，也无就是讲我会晓，毋过记袂起来，这拢不要紧。这一切都是你著伫水内底啊，这著亲像讲，我著伫即个水内底，逐个拢伫即个溪水内底，浸伫内底。这水会去豆流，咱著顺着即个水流，会去台。其实咱无的确会知影咱有一个方向，毋过会经过倒位，出海口到底生做啥物模样，嘛无的确会知影。毋过就是讲，莫讲伫这水内底，就讲我要想甲比这人搁较紧。若超过这人以后，你阁会看到头前的人啊，你阁讲我阁要想。我要有体力，然后等下爱比想甲搁较紧。我要赶伫海口，我要紧收去目标的所在、终点的所在。其实毋免安尼呢。其实啦，咱拢伫水内底啊。其实咱已经伫即个目标内底啊。咱只是伫过程，咱即马是体验过程，即个过程尔。毋过，就算我讲拄仔伫想，其实我嘛已经伫出海口啊。若咱的目标是出海口，海边，我其实就伫遐。为虾米咧？因为即个水是相通的嘛，相通的，就是安尼。都毋免讲为着我即马台语讲啊无啥好啊，做都做想讲做失败的，毋免有即种想法。其实若跳伫即个讲台语的即个溪水内底，其实咱拢伫内底啊，而且咱其实拢伫目标内底啊。因为即个水就是规片的嘛，咱拢伫水内底啊呢，就毋免讲我即马收伫倒位，毋免去看足具体讲我即马连人离即个目标是100公尺，1公里、10公里，抑是几公里，毋免一直去看迄。咱就想讲我即马就伫过程内底，伫水内底去体验即个
水即种感觉，伫水内底即种感觉，咱拢做困难的，都毋知影家己伫水内底，因为一直伫水内底，咱就袂发觉着。咱颠倒会讲，隔壁的人，咱看现啊，安尼去比较，其实，谁第一名、第二名，迄拢无重要，重要的是讲，家己袂爱困啊，去学这趣味，趣味就有较会去学，较会起来，有印象。重点其实是印象，毋免想讲爱做全班的第一名，会想讲做全班的第一名，这是因为讲可能以早做读册囡仔的时阵，做第一名做无简单呢。若即摆有机会，做班长啊，做全班上高的人，拢足欢喜的。这是以早遗憾，影响家己。其实我需要嘛，无需要呢。今仔我讲，这我知影，我上高，安尼搁安怎？老师嘛想讲，你足高，你知影嘛，无安怎？同学当然嘛袂想讲，这人足好诶，嘛袂呢。大家嘛想家己嘛，想家己讲，我会晓，我袂晓啊。我会做也做啊袂，拢是想家己诶代志啦。咱就莫用即种以早留伫即个头壳内底即种，无法度得着，即摆就爱补偿，其实拢毋免。咱就伫水内底爱有即种安全感。我嘛毋免惊吓，讲我若伫公司啊，安尼若无做这公司上标准的一个员工啊，无就是讲分数足悬的即种员工，安尼会足凄惨的。毋免咱想共款啊，我伫即个水内底安尼，这个水会甲我请涌，会甲我带伫正开路上，正开无漂啊，就是安尼啊。就毋免定定去惊得着，惊失去。想要得着老师对我的印象，得着一个甲老师对话的机会，得着讲同学对我的这种有对我的即种印象，其实拢毋免。我想要得到什物有诶无，其实我就伫水内底，水内底啥物拢有。同学得到诶物件嘛伫水内底，我人就伫水内底啊。同学得到诶物件，就是我得到诶物件。爱有即种体会，即种体会是现处是有可能较学去学着诶。因为咱对这地球人拢毋是想做讲大家是一体的，拢会想讲伊是伊，我是我。即个时间啊，即个空间啊，即个场景啊，这嘛是分割的。咱的思想拢是啥物？拢是分割的，分一寡一寡一寡安尼，就变做讲咱做啥物代志，拢无法度去用一种思想。别人好，其实我嘛好，因为我甲伊是共款伫水内底，咱是一体的。我需要的就是体验，即个过程。我若讲今仔日讲要开始接触台语、台文，明仔载我变高人啊我变讲台语足厉害，我嘛毋知安怎，我就是跳雷讲着。无这个过程，安尼无过程以后，其实嘛足无意思的。我无法度为即个过程中间，知影一寡道理，去整理一寡思想起来，安尼就无体会啊。
啊无体会，我今仔讲好，我这台语、台文我做厉害，毋过叫我去创作写一寡感想，我要写啥，我哪会知？我一万年，我就目睭一闭，搁听互开，就变像足厉害诶人，啥物拢会晓。安尼搁有啥物？都无啊，都无过程啊。这其实咱就是重视讲有啥物成绩，会当甲人等。毋过过程有可能讲是讲心事诶时阵较用会着嘛，我会尽力讲我有即个过程。毋过亲像讲电影、戏剧内底上重视诶，就是即个过程啊。啊无一开始搁结局，这咱拢知影。毋过咱欣赏诶，就是过程。毋过就是伫咧家己诶身上，家己诶人生，就变讲即个过程，逐个拢足无耐心诶，因为过程足侪拢是需要时间、空间，即个付出诶累积，拢会互使人想讲，哪会进步遐慢？哪会要我见目标，搁愈来愈远？哪会无法度比别人比会过？咱着对即个过程无法度欣赏。我希望家己会使用欣赏的角度，莫一直想讲，哎呀，哪会遐久啊？台语搁讲啊遐烂，哪会迄个人就是特别好啊，特别好运啊，特别好势啊，特别安怎有基础，拢毋免去看别人。因为别人就是甲我拢伫水内底，伊诶基础嘛是我诶基础，伊会晓诶其实拢伫水内底，我嘛会晓，只是我无看着，只是即个过程中间，我需要一个过程，因为无过程我可能会生气，讲，就亲像讲，囡仔人嘛，有一寡代志你着直接甲伊讲，着安尼做就好啊。伊会生气无？当然会啊。讲安尼啥物拢你讲就好啊。伊嘛想要家己去思考，去约看卖诶，去找看卖。若讲结果有颠倒，嘛袂要紧啊。咱拢足惊颠倒，足惊讲无采工。惊无采工即件代志，造成咱家己诶痛苦，无法度欣赏。会希望我会当豆豆啊，就是理解这一切诶道理。